1054尺三房一衛，17樓朝南向，全新精裝奶油風，未住過嘅，贈送埋紅本車位一個，而家係賣緊68.8萬。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係位於星耀一期，跟住鏡頭一齊去了解下啦。呢一棟樓總高31層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喺17樓，2梯5戶佈局，從電梯出嚟，穿過走廊就嚟到咗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啦。一門就係入戶花園啦，整體面積69尺，朝西向。喺呢一邊係做咗成牆嘅訂製鞋櫃同儲物櫃噶，空嘅地方可以作為一個休息嘅空間。再嚟睇下廚房嘅情況，整體面積係61尺，朝北向嘅。廚房嘅面積唔算大，整體上成一個 U 字形，上下兩層都安裝咗櫥櫃，收納空間非常充足。喺門後邊嘅呢一個空位可以放到一台大冰箱噶。喺廚房出返嚟就係餐廳啦，喺度放咗張4人嘅餐台，而旁邊係做咗訂製嘅餐邊櫃。成個客廳面積係263尺，客廳開間有3.4米。客廳頂上係安裝咗吊燈作為主燈，加埋一啲燈帶嘅。後邊位置放咗沙發搭配茶几，而前邊都係放咗個電視櫃架。往前行就係露台啦，整體面積52尺，朝南向。企喺露台位置望出去，樓間距比較大，視線開闊。入返嚟客廳嘅位置可以見到整體嘅裝修都係以奶油風為主，令人望落去係比較溫馨同舒適噶。下邊我哋一齊行到走廊嚟睇下每個房間嘅情況啦。先嚟睇下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嘅面積係96尺，朝南向。房間係通鋪咗木地板嘅，後邊有一個非常大嘅窗搭配落地嘅窗簾。喺窗嘅位置望出去，整體景觀同露台係差唔多噶。美中不足嘅係左手邊嘅景觀會有少少遮擋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同一個衣櫃嘅。行翻出嚟，走過對面，一齊去睇下公共衛生間嘅情況啦。整體面積係39尺，朝西向。入門嘅位置係做咗洗手台加埋鏡櫃，配備咗馬桶。後邊嘅淋浴區域係做咗乾濕分離嘅設計。跟住鏡頭再嚟睇下第二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92尺，朝南向。房間同樣係通鋪咗木地板嘅。喺後邊嘅位置有一個細嘅飄窗，喺呢個位置望出去景觀就麻麻地啦。房間嘅面積係全屋最細嘅，可以考慮用作為書房或者係工作室都得噶。行過隔籬再嚟睇下第三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158尺，朝南向，同樣通鋪咗木地板。喺後邊有一個大嘅飄窗搭配窗簾，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同露台見到嘅景觀係一致噶。房間嘅面積比較大，可以放到一張1.8米嘅大床同一個大衣櫃。最後嚟返一個小總結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全新精裝，未住過，只需要買簡單嘅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介紹俾到你嘅。星耀一期係位於中山市五桂山御龍山片區，呢2年非常多嘅港澳人士選擇呢個片區。因為片區入邊有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成10班車往返香港，由御龍山去順昌、大潤發等大型商場係8分鐘左右，而未來去到新三甲醫院係3至5分鐘，去中山溫泉酒店都係3至5分鐘。呢一個片區比較安靜，空氣清新，旁邊就係中山高爾夫球場。目前御龍山片區配套越嚟越完善啦，又唔怕水浸喎。雖然係屬於五桂山鎮，但係享受緊3鄉嘅配套，供應性價比非常高嘅區。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咁可以優先考慮一下呢個區域。
港人社區同聲同氣。講返呢個小區嘅發展商係雅居樂，樓齡大概係7至8年，物業管理公司係雅居樂雅生活，物業費係2個8毫1方。小區總共有6棟洋房，1至4棟係2梯6戶，而5到6棟呢就係2梯5戶嘅。樓層總高29至32樓，小區入邊有天然氣入戶，實現咗人車分流，車庫喺負1層。小區入邊冇泳池嘅。嚟講下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，毛坯價係6500蚊到7500蚊1平方，而裝修價就係7500蚊到8500蚊1個平方。喺小區樓下就有一間大型超市，買餸買日常用品都係非常方便嘅。而樓下都有一間中式茶樓鳳鳴軒，有早午飯可以食。樓下嘅洗車美容按摩店都非常多，步行幾分鐘，附近仲有個健身房添。對今日介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我哋房源咁多，一定會有適合你嘅。我哋會為你提供1對1嘅完善服務，包括幫你開通電話卡、銀行卡，方便香港匯錢入嚟買樓，售後手續跟進，以及後期辦理居住證、購買醫保等等。我哋仲會手把手咁教你使用大陸嘅 App， 讓你喺大陸生活完全冇難度，做你嘅大陸生活盲公竹。呢期節目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睇，下一期再同大家分享優質樓盤啦。